今日早起发生的大地震，这花莲市天王星大楼是起到真严重。即马暗时上界新的状况，台记者将议会人就伫咧现场，请议会甲咱说明议会。 是主播目前记者所在位置，就是伫花莲天王星大楼遮，会当看到我后壁规栋大楼是已经起去，因为伫今仔日透早，台湾是发生7.2的大地震，是搁比9日迄当时搁较大。花莲县嘛是灾情上严重的县市，会当看到这栋天王星大楼已经要40年，是我经花莲旧火车头遮，原本有9层楼遮尔悬，因为地震关系是规个起去，目前已经救出20几位的民众，不过也是有一位查某人搁伫内面，因为 大楼也是有起起的情形，搜救人员入去救援的时阵，根本无法度正常的行路，连边仔的壁刀嘛已经都闭起，是增加抢救的困难。以上就是花莲地震上新的状况，记者嘛会继续伫遮掌握上新消息，甲时间交互主播。